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魏文清。之前做安椰林安安記主題時，曾經盤點過名字叫做安安記大熊貓。其實樂樂都好容易撞名，咁不如就以譜系號為順序，盤點一下名叫樂樂記大熊貓啦。시작譜系號最前記樂樂，係譜系號5嗰隻。樂樂英文名 Happy 雄性，約1935年生於野外。1938年9月，樂樂喺四川被發現。同年12月，樂樂到咗英國倫敦動物園。係啦，喺嗰個年代，中國冇乜保護珍稀動物嘅意識，本地獵人會捕獵大熊貓，外國探險隊同動物商人都會捕捉同收購活體大熊貓，然後運到外國去圖利。樂樂就係喺咁樣嘅時代背景下被捕捉同送到外國嘅。1938年，6隻大熊貓由四川走陸路抵達香港，準備從香港經水路運往英國。不過其中一隻喺運輸途中死亡，一隻叫奶奶嘅雌性熊貓亦喺到埗英國倫敦不久之後死去。生還嘅4隻大熊貓，一隻叫做小開心，佢率先被德國動物商人買走，帶回德國後，先喺多個動物園巡展，最後再被轉賣到美國。樂樂就係小開心，有啲資料叫佢做樂樂，有啲就叫佢做小開心，反正都係 Happy 嘅意思。餘下3隻留喺倫敦動物園嘅熊貓就係唐、宋、明。1946年3月，樂樂喺美國聖路易斯動物園去世，享年10歲半。樂樂譜系號305，雄性。根據 Panda News， 樂樂約1983年生於四川野外，第2年6月喺雅安市寶興縣被發現，先後被轉移至成都動物園、臥龍、上海等地。1988年5月，樂樂被租借到美國托萊多動物園展出。同年11月，樂樂回到中國。2000年6月，樂樂喺臥龍去世，享年17歲。樂樂有個獨生女兒，叫做樂生。樂生2000年出生於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核桃坪基地，母親係菲菲。根據百度百科，樂生嘅父親叫樂樂，係一隻野生大熊貓。喺樂生出生之前，樂樂已經因皮膚癌而過世。熊貓中心利用樂樂嘅冷凍小蝌蚪為菲菲進行人工受精，成功繁殖出樂生。樂樂只有一個女兒樂生，而樂生亦只有一個女兒新賓，所以新賓可以講係樂樂嘅獨苗。不過樂樂嘅外孫女新賓長大後開枝散葉，育有5名女兒，分別係冰晶、神直、雙胞胎心心、曼曼、飛熊。樂樂係現今700幾隻圈養大熊貓中嘅健群者之一。樂樂家族係個小家族，目前在世嘅圈養大熊貓之中，有7隻係樂樂家族成員，所以樂樂嘅基因喺種群裏亦不至於太過稀少。樂樂譜系號320，雌性，1986年出生於北京動物園，經人工受精繁育出嚟，母親係丹丹。樂樂嘅副本可能仲存在爭議，呢個等做相關主題時再討論啦。總之樂樂嘅官方副本係盈盈。1990年代，中國大陸曾計劃贈送一對大熊貓俾台灣，北京動物園亦揀咗00，樂樂作為贈台大熊貓，不過最終未有成事。00就係譜系號294，後來去咗日本上野動物園嘅00，而樂樂相信就係譜系號320嘅雌性熊貓樂樂，如有錯請指正。樂樂一直住喺北洞，長大後被人工受精，生咗8胎13仔，成活6仔。樂樂同佢嘅舅父娘娘育有京京、京秀、京欣、京江、京惠，同盈盈育有女兒啦。樂樂同大地嘅孩子則無一成活。係啦，根據 Panda News， 譜系號616嘅樂樂2005大仔，2005年8月出生於北洞，2010年7月離開碧峰峽，代表樂樂2005大仔至少活至5歲。但係根據其他資料，樂樂2005大仔應該係夭折咗嘅。整體嚟講 ，Panda News 可以幫我哋揾到好多資料，不過可能偶爾都會有出錯。呢度會先將樂樂2005大仔視作唔成活嘅，如有錯請指正。樂樂自出娘胎就有滿蟲病，佢13個仔女中只有丫係長壽，其餘唔係冇成活，就係早夭早亡。除咗丫以外，經維活至10歲半，已經算係最長壽啦。樂樂嘅女兒丫曾旅居美國孟菲斯動物園20年，前年先至回到中國。
由於仲有好幾隻熊貓都叫做樂樂，所以樂樂320有時會被叫做老樂樂。2018年7月，樂樂喺北京動物園逝世，享年32歲。樂樂譜系號466，雄性，1998年出生於重慶動物園，父母係川川、新星。1999年1月，樂樂出差至上海動物園。2003年4月，樂樂同丫丫一齊旅居美國孟菲斯動物園。丫就係頭先講到嘅丫，所以丫記母親叫做樂樂，丈夫都叫做樂樂。樂樂丫初時寄租借協議係為期10年，後來中美兩方同意續租10年，至2023年4月。樂樂丫喺美國冇誕下子女，20年寄租借期即將結束。2022年12月，孟菲斯動物園宣布將會將樂樂丫歸還俾中國，但係就喺2023年2月1日，樂樂喺孟菲斯動物園過身，享年24歲半，而且樂樂記離世存在好大爭議，美方有虐待動物之嫌。不過隨後中方專家赴美，同美方專家共同對樂樂記屍體進行解剖檢查，發現樂樂記心臟出現老化病變，初步判定係佢死亡嘅原因。2023年4月，中方接回樂樂記遺孀丫回到中國，現居北京動物園。樂樂譜系號606，雄性，2005年出生於熊貓中心暨核桃坪基地，父母係玲玲同海子。剛才講到記樂樂466係玲玲記同父同母弟弟，係我哋樂樂606記叔叔，係家姐細佬記叔公。由於仲有好幾隻熊貓都叫做樂樂，所以我哋記樂樂有時會被稱為海樂樂，大家叫佢做樂巴或者靚仔樂都可以。2007年4月，中央政府贈送香港一對大熊貓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0週年，於是樂樂、瑩瑩就被送到香港，落戶香港海洋公園。當年樂樂、瑩瑩不足2歲，仲係幼仔。樂樂、瑩瑩來港前冇正式記名字，只有編號。樂樂、瑩瑩名字係通過港府舉辦記命名比賽而選定，樂樂就係快樂嘅意思，象徵香港繁榮歡樂，瑩瑩就寓意香港經濟豐盈。經過隔離檢疫後，當年7月1日，樂樂、瑩瑩亮相，開始同公眾見面。自2011年起，樂樂、瑩瑩開始自然交配，不過瑩瑩一直未見有喜。2015年，樂樂記太太瑩瑩曾短暫回到臥龍，參加大熊貓繁育計劃，瑩瑩同男熊自然交配並接受人工受精。當年10月1日，海洋公園宣布瑩瑩懷孕，不過同月7日，海洋公園證實瑩瑩流產。瑩瑩當年記胎兒係邊個記種，已經都不再重要。舊年3月，樂樂、瑩瑩成功自然交配，5個月後記8月15日，瑩瑩誕下一對龍鳳胎寶寶，樂樂、瑩瑩榮升父母。兜兜轉轉，瑩瑩都係同佢記師陸樂樂生兒育女。龍鳳胎寶寶與名家姐、細佬最近正式命名為嘉嘉、德德。好抱歉，我仲係覺得家姐、細佬最好聽，暫時都唔會改口叫佢哋記新名。樂樂、瑩瑩、家姐、細佬居住記展館叫做大熊貓之旅。係啦，喺野外，雄性熊貓同雌性熊貓完成交配後，大家就分開生活。雄性熊貓並冇養育子女嘅責任，所以海洋公園唔會安排樂樂同一對子女同框見面。理論上，樂樂至今都唔知道自己做咗爸爸。但我又諗，熊貓記嗅覺係好好記。印象中有台方專家講過，團團離世後，圓圓會發現團團記氣味消失咗，團團唔喺度。咁樂樂會唔會憑嗅覺發現到熊貓寶寶嘅氣味，知道瑩瑩生咗寶寶？唔知道呢。樂樂而家有兒又有女，今年將踏入20歲，但仍然中意玩毛巾、玩布袋、玩水，經常自得其樂。樂樂嘅性格同佢個名樂樂可謂十分相符。樂樂用行動嚟講俾我哋知，佢一啲都唔老，仲係個貪玩嘅大細路。樂樂譜系號715，雄性，2008年出生於陝西省珍稀野生動物搶救飼養研究中心，父母係平平、阿老大，佢記雙胞胎弟妹冇成活。對於重慶動物園記陸陸大順嚟講，佢哋記叔叔叫樂樂，哥哥又叫樂樂，表兄弟都叫樂樂。陸陸大順簡直就係被樂樂包圍咗。樂
樂樂先後出差至山東省維坊金寶樂園同西安秦嶺野生動物園。2013年7月搬回流觀台。2022年8月，樂樂搬家至陝西秦嶺大熊貓佛坪救護繁殖研究基地。雖然叻叻叫做叻叻，唔叫樂樂，但叻叻嘅英文名都係樂樂，所以叻叻都上榜。另外，我亦見過有人稱呼北京動物園嘅劉劉186做樂樂，不過既然劉劉嘅英文名唔係樂樂，咁就算啦，呢度就唔多講劉劉啦。叻叻英文名樂樂，洪勝，2021年出生於河川生態園，父母係旅居新加坡嘅大熊貓海海、武傑同嘉嘉互補。係啦，關於叻叻嘅譜系號，網絡上揾到嘅資料係1335，但係之前都講過，2020年後出生嘅大熊貓存在譜系號混亂問題。由於叻叻嘅戶口喺熊貓中心，所以我覺得1335呢個譜系號未必係確定嘅，可能要以日後相關單位公布嘅譜系號為準。叻叻係首隻喺新加坡出生嘅大熊貓，根據百度百科，佢個名字係經過精明活動選出，有3個意思。第一，叻源自石叻，係新加坡嘅舊稱；第二，叻嘅普通話同樂同音，所以有快樂嘅意思；第三，叻喺廣東話係聰明嘅意思。2021年12月，4個月大嘅叻叻正式同遊客見面。2023年12月，河川生態園為叻叻舉行歡送會，上千民眾前來同叻叻道別。2024年1月，2歲幾嘅叻叻回到中國，同年搬家至熊貓中心嘅都江堰基地。在下盤點咗7隻大熊貓都叫做樂樂或樂樂，唔知道仲有冇遺漏呢？如果大家仲認識其他樂樂嘅話，歡迎大家留言補充。大家又覺得邊一隻樂樂生活得最幸福呢？留言一齊討論啦！另外，我哋嘅家姐被正式命名為嘉嘉，英文名係嘉嘉，同已故嘅佳佳撞名。我哋嘅安爺係第2代安安，家姐就係第2代嘉嘉。如果問我中唔中意家姐細佬個新名字，我會諗樂樂、瑩瑩、林安安、可可、嘉嘉，得名字都係經命名比賽而選定嘅，而樂、快樂、瑩、豐盈、安、平安、可能呢啲意思都係可以喺字典中查出嚟嘅。而家加油、得、事事都得呢啲意思則來得更加直接，就好似潮語咁，以前嘅潮語屈機係有典故有出處，而家嘅潮語零專則更為直接。我自己係更中意樂樂、瑩瑩、林安安、可可同屈機多啲，不過每代人都有佢哋嘅潮語，並冇高低之分。唔係唔喜歡家姐細佬嘅新名字，主要係乳名家姐細佬珠玉在前，太深入人心，好難可以揾到一組名字係比家姐細佬更好聽同親切。不如加德士考慮終身認養家姐細佬，反正家姐細佬都叫嘉嘉，得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麻煩按讚、訂閱、留言加分享。你嘅互動會令影片更易被推薦，被更多觀眾睇到。感謝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